帝的囝儿，信耶稣基督，这就是咱活命内底上界重要的工。这项工一定爱做成，安尼咱的人生、咱的活命，就无抵到孤单，就无抵到软弱。会记哩这项代志，真正属灵的工作，真正要有工作甲活命，会通显出伊的光彩，是信上帝所讲的话，信上帝的囝儿，信上帝要引带，迄是咱活命内底上界重要的基础。伫这个基础顶面所做的工，就拢总会有效。所以，咱要伫主的面前来感谢，感谢上帝赏赐予咱活命。一礼拜对敬拜开始，一礼拜对相信上帝的救恩开始，一礼拜对领受上帝的祝福开始。咱三甲伫主的面前来感谢上帝，撤销过去一礼拜所有的软弱、罪恶甲过犯，赏赐新的一礼拜、新的稳定、新的力量、新的祝福。当者开声来祈祷，来感谢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你是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亲爱的天父，你甲阮同在，照顾阮活命一切的需要，引带阮伫地面上徛起的日子，满了你家己的荣光。主，我要感谢你，因为过去、现在到永远，你的信息、你的慈爱一直拢伫咧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伫你家己的看顾的内面。互阮经过艰难，甚至阮伫软弱当中，甚至阮绊倒，但是主你牵阮的手，互阮爬起来，照阮的本相接待阮，疼惜阮，要继续引带阮行伫你公义正直的道路，通显明上帝的救恩永远的同在，显明上帝你的疼痛永远无改变。主，阮所以要感谢你，你的听，你永远的祝福，你无改变的救恩，一直要伫阮的身上徛起伫阮的内面。主，阮感谢你，不但伫这个地面上保守阮，互阮工作享受其中的欢喜，就是信上帝你引带阮的路。伫这个基础内底，阮做工。阮享受迄个成就，享受迄个甲上帝同行的欢喜甲快乐，毋是靠阮人，乃是靠主。主啊，我要感谢你，原来成就你心中欢喜的工，是会带出活命喜乐，成就归属，并且延续迄个活命。主，阮用安尼甲你做王，你也用安尼接纳阮，做你永远的儿女。感谢上帝所赏赐一切丰盛，愿荣光归乎你，愿你继续伫你的百姓内面成就救恩，成就你的荣光，并引带阮脱离软弱，脱离黑暗，互阮见证迄个引带阮出黑暗入光明，就是上帝你的疼痛甲救恩。感谢祈祷恳求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感谢主。来，请教友来报告，谢谢。阿姐平安。平安，非常欢喜，每一日拢会上帝祝福的日子。阿门。感谢主，消息报告：第一，8月12到15，拜1到拜4，教会第宣队将前往屏东和平顺利会侍奉。本会16人，以及乌来信教会2位兄弟2人，共18位同工参加。敬请兄姐为团队的侍奉以及行程的祈祷守望。第二，8月16，礼拜5暗时7点半，城市祭坛伫救主堂举行，敬邀兄姐有留时间参加，一同为城市祭坛守望。第三，8月18，礼拜日为年度学青主日，
台语堂维持正常的聚会，国语堂将由学生上团队主领崇拜，敬请兄弟留意并带导。第四，宣导报告。年度即时选举相关的资格，照总会规定，经过即时会确认下面：第一，确实执行总会规定的1/10的奉献，无包括其他奉献的项目；第二，出席主日崇拜以及参加教会小组，或者是教会祈祷会，两者会当达到年度的2/3。小组聚会甲祈祷会出席会当互相互补。若参加祈祷会者，包括线顶的，请向小组长汇报。第三，要拜五各小组的聚会出席率计算会当扣除城市祭坛12届以上的规则，自2025年年度执事会选举时确认实施。以上报告。敢有补充报告？请敬拜团。感谢主的恩典，互咱伫伊的殿中三甲做伙敬拜。伊是咱的主，堪得一切的敬拜。伊是永活的上帝，人就近伊，就无得邀歌，就无得喙答。伫伊的祝福因带内面。咱会通向伊祈祷，向伊恳求，因为伊的信息是咱大细的崇拜。咱三角起立来吟唱这首的诗歌。主阮的心较乌热充满，风寒所在，期待互你管辖，对香港。降落你的荣耀，可将日的全地，困求恢复，永
献生命，领受呼召，迎起这大会互敬拜，讲到你。 再一摆，咱同齐来祈祷，为着你的家庭来祈祷，你所遭遇的问题困难、经济的困难、人际关系的困难、囡仔亲子关系的困难，将到这邀请上帝。 来引带，邀请上帝赏赐智慧来应对，安尼，上帝就要将伊解决的能力赏赐你，伊就要将你的欠缺来补满，并且阁有剩。这就是上帝要降落的阳光。 咱若期待上帝降落阳光，来省着伊来敲吹、来恳求，伊听人的祈祷，伊就要降落伊的能力、恩赐，来引带你行伊阳光的所在。同齐开声来祈祷，请。
圣在，全能的主上帝，你堪受一切的敬拜甲尊重。主啊，我向你祈祷，我的活命有欠缺，有罪恶，求你搁再一届借着耶稣基督洗净我所有的罪过，为我做清洁的心，互我内面清晰有正直的灵，有清洁的思想，有能力的甲主同行的活命。主，我将我家己的人际关系交托，恳求你的赦免，恳求你的更新，恳求你赦免我的罪，赦免我的眼目，赦免我的贪心，赦免我一切的贪婪。搁再一届，用你的圣名，耶稣的会，主耶稣的会，主基督的会，洗净我一切的不义，互我真侪上帝你圣洁的器具，真侪上帝你的路用。我恳求，我仰望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亲爱兄弟，请坐。主，阮的心较无你的同在，互阮对阮开始遵守你的话语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日日亲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叹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求阮搁毋捌你，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日日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真叹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求阮搁毋捌你，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你用眼军队来回应。请帮助我，是叫大了来引带，多多甲你同心同行。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用眼军队来回应。诚心请帮助我。我俩来引带，多多为你来活。我心较无你的旨意，日若像伫天。我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叹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求阮搁毋捌你，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我的心较无你的旨意，日日若像伫天。我的心期待你的生命，予人尊叹无线。总是一块土地的百姓，让阮搁毋捌你，求你予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。
赞我，世界大领来迎娶，多多甲你同心同命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奉献军队来回应。世界大领来迎娶，多多你来我。亲爱兄弟，咱这时为着咱将代志来祈祷。咱教会有真侪兄弟姊妹，也是咱的家庭有真侪咱的亲人，或者是也有一寡的亲人也未信主。或者是咱的家庭，只有干那咱家己信主，咱会通得到上帝的引带甲祝福。咱为着咱厝内面的人，为着咱教会，咱的兄弟因的家属也未信主的，咱为这样代志来祈祷，互咱全家信主，全家得到救恩，全家侍奉耶和华。全家甲主同行，得到永远的救赎；全家得到主的引带，行光明，行伫上帝平安内面。咱三甲做伙开声来祈祷，请。圣在，圣在，圣在，至圣的主上帝，你愿意万人得救，无愿意一个人来沉沦。主，这是你的应允，这是你的救赎。是你的疼痛，阮所有主的面前来祈祷。主啊，阮仰望你，唯愿你伫阮当中成就一切美好。主啊，你的救赎，你应允，阮甲阮的全家，拢爱得到救恩。主，你享受，你享受，你享受这救恩。主啊，互阮会当三甲做伙，活伫上帝你的真理内底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来宣告，全能的主上帝，活命永远的救恩，要伫阮当中成就。主，这是阮的恳求，也是照着你的应允所恳求的。主，你应允讲，所以阮若对你求。伫你的内面，阮就会得到。阮仰望你，唯愿你成就这一切的美好。主啊，伫这个世上继续帮助阮，互阮行进入上帝你的丰富。主啊，互阮全家信主，互教会毋是一个人来领，一个家庭是每一个家庭，一个完全的家庭。一个完整的家庭，全家来敬拜上帝，全家来领受上帝的祝福，互家庭内底无地教有任何的破空，互家庭全家来领受上帝你的救恩，上帝你的引带，上帝你应允的应光。主，这是你的应允，这是你的疼痛。伫阮向你祈祷的时阵，照你的心意祈祷的时阵，你就成就伫其中，互阮领受这一份的祝福，这一份的荣光，靠主耶稣圣名。我心靠无你的旨意，一地若像一片，我心期待你。生命，互人尊谈无山，总是一块土地的白色，犹原搁毋捌你。有你互阮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我心脚无你的旨意，一地若像一片，我心期待你的生命。互人尊谈无山，总是一块土地的白色，犹原搁毋捌你。叫你互我一寡的机会，来传扬见证你。愿你的国降
以红颜军队来回应，请神且帮赞我，是这大鸟来迎错，都为你来往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红颜军队来回应，请神且帮赞我，是这大鸟来迎错，都你当心当命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我愿意红颜军队来回应，请神且帮赞我，是这大鸟来迎错，都为你来往，都为你来往。主，阮向你恳求一个恩典，互阮一生一世踮伫你的殿中，超找你的应面，独独为你来活。咱三甲起立来吟唱，踮伫主的殿中。我要踮你殿中，头了敬拜称谢，诉说你恩典，少念你的主爱，跳刷你的恩典，敬拜到永远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歌，耶稣，耶稣。一生敬拜你，我要踮你殿中，头了敬拜称谢，诉说你恩典，少念你的主爱，诉说你的恩典，敬拜到永远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歌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。踮你殿中一日，脚影包围千日，心何等甘甜。仰望你的应面，听叹你的声音，我的主来临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歌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，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歌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，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忧
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。一生敬拜你。至圣的主上帝，因着耶稣基督救赎的名，我会通徛起伫你的殿中，亲像写诗篇的人安尼讲，宁可踮伫耶和华的殿中来过门，踮伫耶和华的帐边，我嘛无爱徛起伫好业人罪恶的所在。主求你帮助我，求你怜悯我，求你互阮进入你的圣洁、你的丰盛、你永远救恩的实在。当心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免。同齐来上读诗篇23篇，见证耶和华是咱的主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引带我伫通安息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精英，为家己的名。因带我行义路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无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同在，你的拐、你的竿拢安慰我。伫我对敌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抹了我的头，互我的福杯满溢。我一生一世要恩惠慈爱对着我。我要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直到永远。阿免。请坐。咱即时要三甲做伙来启用启用文第32篇，我来启，兄弟来用。我终日，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，你的言语伫我的顶腔。何等甘美！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所以我爱你的命令。我趁天未光呼求，我趁夜间也未晚，将目睭擘开。愿我的指头歌唱你的话，耶和华，我切慕你的救恩，你的律法也是我所喜爱的。阿免。感谢上帝听从甲伊的恩典，上帝要亲自赐恩上读伊话语的人，也要将到伊的话语刻铭伫人的心。咱即时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，咱要同齐来上读本周主要的经文。即届使用的经文有较侪段落，总是咱三甲做伙来读请。既然我所行的拢是为福音的缘故，为着要甲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。兼毋知伫场顶赛跑的拢走，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。恁也着安尼走，通互人得到奖赏。凡教力正盛的，诸事拢有节制，因不过是要得到会歹的冠冕，咱却是要得袂歹的冠冕。所以我奔跑无像无定向的，我拍拳无亲像拍空气的。我是攻击己身，叫神服我。恐惊我传福音予别人，家己颠倒受气绝了。
因伊行了尼拔的囝耶罗波安所行的，凡伊互以色列人陷伫罪内的迄个罪，用虚无的神也摇花以色列上帝的怒气。唯有恁是受竞选的族类，是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要互恁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内面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允。耶和华成就了伊所定，应验了伊古早时所命定的。伊轻福了，并无顾惜。互你的仇敌向你夸耀，互你的敌人的角也受高举。錫安民的心哀求主，錫安的城墙啊，愿你流目屎哪河，人迷无煞。愿你目睭中的目睭人流目屎无止。夜间每逢交更的时阵，爱起来护法，伫主面前倾心纳水。你的囡仔伫逐市口上受邀发言，你爱为因的性命主举手祈祷，得较爱谨守警醒，因为恁的仇敌魔鬼，亲像吼叫的狮，遍地游行，敲找通吞食的人。恁爱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伊，因为知影恁伫世间上的众兄弟。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，迄个赐诸般稳定的上帝，捌伫基督内面调恁，得享伊永远的荣耀。听候恁接受苦难了后，的确要亲自成全恁，坚固恁，赐力量予恁。阿免。咱搁再一届额头来祈祷，赐恩的上帝。伫即个阮要领受上帝你话语的时刻，阮用听道受教时来做阮敬拜的生活。主你亲自照你的应允讲，你要查看圣灵，进入阮的灵，引带阮的心思意念，因为只有圣灵会当互人明白真理，也互人因着圣灵的引带来享受真理的自由、甲丰盛、祝福、甲稳定。所以，阮搁再一届用敬虔的心，用谦卑的心，恳求你来对阮讲话，来甲阮徛起。互阮这段时间，成做一个真实的敬拜，甲领受救恩的时刻。我咱来恳求祈祷，靠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咱今仔日要三甲做伙来思考一个题目，徛起伫祭司的责任的顶面。另外一个副标题就是对着2024年巴黎奥运当中的这个审查、反省甲思考。今仔日真侪人伫个所在对着开幕式迄一天，就一直非常的关心，了规工呢走伫头前。因毋敢若关心啥物人走第一名，啥物人得冠军。因阁真关心的，就是讲因缀偌济钱会当赢偌济。所以真侪人咧关心奥运，总是当即个关心奥运的时阵，咱究竟是咧关心啥物货？对奥运伫2024年伫巴黎伫个所在开始开幕式的时阵。就带出真侪互人讨论的项目，了伫当中也有真侪遮责备，也有真侪人伫个所在讲伊受到冒犯，
受到人甲伊算断，所以因有真侪的受气，也伫当中有真侪因的想法。无论安怎样，即幅图甚至是伫 X 频道内底伫咧转播的时阵，也佫有比这佫较袂堪即放入目睭的遮个影片甲动作。真侪遮个代志的产生，究竟伊是爱咱做一个包容，或者是伫即当中是一款亵渎？真侪人有真侪伊无共款的想法。另外，即张图内底伫当中有人讲这是银色的，但是真侪人对其中所看见的，佫较是朴色的、朴朴啊、灰色的。那么伫当中，一方面是这个色水伫遐，互人感觉模棱两可，但是检采有人讲是伫暗时的时阵，所以看起来较朴色。总是另外一个情景是，伫即当中虽然摸着即个奥运的旗仔，但是伊盖一个面搭，甲伊的面盖起来。即个装扮来讲的时阵，较像是死神的款式。如果咱若是对着即两项内底来看，就会带出互人真侪的疑问：巴黎奥运开幕式，伊是毋是公然亵渎上帝、亵渎耶稣基督？用着迄个圣餐图伫迄个所在来藐视基督的信仰。咱无法度确定，因当然原来有因的解说。总是伫今仔日，也阁有真侪基督徒咧抗议巴黎即款开幕式，伊所做到底是啥货？我个人伫当中，当然也是有真侪感觉，是对着基督信仰的攻击。或者是另外一部分来讲，是安怎因敢安尼来做？伫其中，咱爱思考，全世界圣经讲，拢拍伫迄个歹的、迄个恶者的下面。伫因背后有一个真大的金主，就是 LGTB， 这就是同志运动的团体。我搁再一解讲，同志运动甲同志个人是无共款的两种的物件。同志个人有可能伊家己意爱伊的查甫可能爱查甫的，查某囡仔可能爱查某囡仔，这是个人的情景、个人的选择。但是将着人该讲，同志运动内底所要表达的是，人并无性别，所有的性别是拢会当游离的，会当走来走去的。我今仔日是一个正港的查甫人，我明仔载想讲，毋是哦，我是一个查某的，安尼我明仔载就是一个正港的查某人，有变性甲无变性拢无管，反正我感觉我即马啥物人，我就是啥物人。所以我一个查甫人了，因为我感觉我是一个查某人，所以我会当入去女性的便所内底，你袂当管我。要将着即款的思想，互伊成做世界的主流，安尼即款就是一个真大的问题了。包含台湾文化绝对是无问题，但是将着即款的文化要甲伊洗除掉，拒绝伦常的家庭观念，对着宗教信仰有真侪攻击，拒绝普世价值价值了后，将着即款的思想感觉讲，这才是世界真正的平权。但是伊用即款的方法咧教育百姓，但是当其他的宗教信仰来教导，
一夫一男一女，一夫一妻，一生一世的时阵，因认为讲安尼，咱就是咧对因有轻视，对伊有歧视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上介大的问题是，当咱无认同因即款的理念的时阵，伊就甲咱打标签讲，咱是独裁者。英国有一个牧师，徛伫一个菜市仔口，伫迄个所在来宣讲一男一女、一夫一妻、一生一世，拢无讲到其他同志的代志。就因为伊宣讲即款的真理、上帝圣经的道理，伊就互人掠去关啊！讲这有这轻视其他的种族，歧视其他的种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安尼就是敢若因会当讲，咱袂当讲，是安尼吗？即款呢，敢毋是哦？过去如果若是有白色的恐怖，那呢，这是毋是哦？这五色的恐怖？由主互咱会当分辨伫这个世代内底，咱应该爱怎样来看这个代志？咸菜，你认为伊是一个巧合？咸菜，伊伫当中是无义，但是圣经讲，末后的世代会愈来愈歹，愈来愈恶。人因为无认捌基督，所以伊也袂疼惜你，伊会愈来愈反对你。咱如果若是斟酌的时阵，你会看到，整个世界，特别是即款同志运动的人。因有一个目标，将着圣经的伦理价值对着世界甲伊消磨掉去。咱敢有想过，伊是安那无针对其他的宗教，但是独就是针对基督信仰，针对犹太信仰。咱求上帝亲自怜悯保守咱。另外有一个代志，就是真侪人伫当中讲奥运的金牌是遐尼啊好，了这个林洋配摕到奥运金牌，好不容易摕到，拍到上路尾的时阵，拍伫涂骹佮撑起来，当赢到迄个时阵，吼，规个台湾用要怎啊？因为迄个喊话的声，怎啊跳起来的声，差一点仔佮地动啊！摕到金牌，非常的欢喜。了后，伫这个所在呢，就开始有人伫迄个所在讲，奥运摕到金牌，李阳到底是有偌想要赢？出发进前，佮专门去教会，由上帝甲伊祝福。所以当伊摕到金牌的时阵，这个时阵真侪基督徒就真欢喜啊！讲哦，你看伊是安会得到金牌，就是因为伊去互张牧上牧师祈祷来，去互行道会甲祈祷，所以伊就得到金牌。吼，迄个时阵吼，基督教的吼，大个报纸吼，啊真侪所在啊，吼，就咱传来传去吼。李阳伊有得到奥运金牌，是因为上帝甲祝福。结果过无偌久的时阵吼，伊的脸书内底哦，就有一寡人打出来啊。讲拢恁基督教咧讲的，咱阮嘛有去关帝庙呢，去拜拜，阮个跪落，嘛是共款跪落来拜呢，手举清香呢。所以呢，安怎李阳出来的时阵，伫老爸陪伴内底，甲家族亲缘的啥金门乡里各地关帝庙去祈福咧呢。所以毋是恁上帝啦。哦，安尼有无？就开始小知影啦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了后教区内底有一寡人就来问讲，教区长啊，这要安怎处理啊？这个我就甲伊回复，几样代志我会甲各位报告啊。伊事实有得到金牌，伊事实嘛有转去因厝祭祖，张牧上牧师嘛确实安怎为伊祈祷，但是实际上因安怎，因嘛是去关帝庙啊，所以这个时阵到底？是伊的偶像互因得到冠军，还是上帝互因得到冠军？第三个题目对这个题目内底衍生出来，就是上帝是爱
安怎，互咱无爱叫咱莫一方面敬拜偶像，又搁一面要敬拜耶和华？因为安尼的时阵，代志成就的时，人就安怎？到底是倒一个力量，互人得到冠军的？偌年啊，这时阵啊，人的信仰会转向上帝。其中上解一个大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伊逐项生命拢求过啊，发现无法度，了后来祈祷上帝。伫迄个时阵，伊才会信上帝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安怎？咱毋通双脚踏双船，因为咱的人生无偌济青春啊。当咱双脚踏双船，讲啊，我这个嘛信，我迄个嘛信的时阵，长期落尾，你一定冰准，一定沉沦。因为安怎？因为天顶地下只有耶和华上帝，所以圣经内底甲咱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咱毋通阁去对对偶像，咱爱会记哩上帝的管教、上帝的教示、上帝的疼惜。若无，咱家己会当出去。偌年啊，侪基督徒到尾阁倒转来。我拢真感谢上帝，若毋是上帝还阁存留我的活命，若毋是上帝阁存留咱的活命，咱出去啊，恐惊就无法度倒转来。但是上帝存留这个人的活命，存留我的活命，互咱离开上帝了，才发现有上帝真麻烦，无上帝阁愈麻烦。迄个时阵，才会知影讲，原来上帝是好，原来有上帝就有引带，原来有上帝就有保护，原来有上帝，咱就知影怎样行伫公义正直内底。所以对安尼内底，我就甲因讲，是咱是安怎爱伫迄个所在独独敬拜上帝。但咱基督徒敢会当因为别人摇疑，咱就伫迄个所在摇疑？那呢，咱的信仰？敢是因为上帝互咱得到冠军，咱才信上帝。啊，那上帝无互咱得到冠军咧，哦，咱不爱信上帝啊。安尼冠军毋着变做咱的上帝，你看，咱代代着变做咱的上帝，安尼趁钱着变做咱的上帝啊，毋是真正上帝。咱的人生若敢若要看迄一点的时阵，咱的人生就是喊过啦，就是喊过啦。咱一定爱斟酌知影这样代志。圣经讲啥？马是为着烧前的日子准备的，德性乃是出伫啥？耶和华。人要有法度拍入去甲厄运，伊先啊，咱无爱拍我去，拍我去就好啊。若要干那要伫遐会来会去的，我嘛会晓呢。所以伊有法度拍甲厄运是啥？经过非常大的努力，所以马是为烧前的日咧训练的啊。但是真正互人得胜的是啥？是耶和华。你有发现无？有的时阵吼，我甲你讲一届，有一届的时阵吼，我伫细汉的时阵吼，一届咧走标啊，赛跑啊，赛跑的时阵有一个同学哦，伊尾啊吼走第一名。走第一名哦，但是伊真无欢喜，伊是全校第一名的哦。但是伊领奖的时阵哦，伊无足欢喜啦。你敢知影是安怎无足欢喜？伊讲哦，都有一个人无来啦，所以我才会走第一名。伊若来，我可能就第二名。伊无，我就是想要赢伊，结果佫无赢伊啦。啊，是安怎伊无赢？啊，就迄一天伊就感冒，就无法度来，你敢若？所以你听无？所以有的时阵，咱的冠军是啥？原来一寡运气，我真正无甲你骗。圣经讲啥？力大的无一定会赢呢，无一定会对死人呢。熬早的安怎嘛无一定大成教呢。所临到正人的是啥？出伫当时的机会。但是你讲安尼，我莫努力，你像我拢莫努力。我会讲，你着莫讲着冠军啊，含敢若出奥运，你着袂出去啦。所以人爱认真是一定的，但是人要成就是出伫上帝的引带。求主帮助咱。佮另外一个较重要的代志是啥？
咱的确爱关心的是为伊的活命来祈祷，求上帝用伊显能用施行救恩。因为奥运的金牌安那会褪色啦，光明洁白救恩的义袍，才是啥？永远的追求甲实在的荣耀。咱会当无有奥运的金牌，有奥运的金牌，敢就袂死？会死啦！咱无奥运的金牌会死无？嘛会死啦！但是咱有公义的外袍呢，咱将来得到救，咱即马得到救，咱将来甲上帝永远徛起呢。迄才是上界金的啦，你知无？迄金死死的啦！你会记得耶稣基督伫山顶的时阵有无？彼得、雅各、约翰，迄个时阵看到耶稣基督安怎？因看到伊的衫安怎发光，亲像迄个日头。你讲我以前的时阵想讲，迄领衫哦有特别发光啦哦，迄领衫一定足水的。结果毋是啊，迄个衫咁样的。大卫包身讲哦，其实哦，迄领衫哦对头到落尾拢无发光。你真正发光的是啥？你敢知？是因为耶稣基督恢复上帝的形象。你知影古早的时阵哦，亚当甲夏娃，因伫爱甸园，因拢无穿衫，但是因未感觉见笑。买手的时阵哦，因伫迄个所在讲啊，上帝啊，我看到你，所以阮就感觉见笑歹势，因为安怎？因为阮赤身裸体。原本无赤身裸体，因原本无因敢有穿衫，毋是因为穿衫。大卫包身哦，解说这个代志，我感觉我个人是真接受啦。伊讲伫上帝所创造的时阵，人身躯是会发光的，人的身躯是发出荣光的。所以你也看耶稣基督受接的时阵，嘛是安尼啊。咱的活命内底真正的荣光是啥？是咱得到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迄才是咱人生上界大的荣光。所以到底是倒一个？咱一定爱真清楚，上帝毋是互咱得金牌的上帝，但是上帝的确是互咱无至高见效。互咱满有荣光的上帝，一直到人生的上路尾，咱才会真正分辨出来，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金牌。第二，咱需要搁来看迄个搁较大的画面，毋是干那伫迄个所在关心，这个人得金牌，迄个人得金牌，了后我缀偌济钱，我会当赢偌济钱。迄是人的关心，但是咱属上帝的儿女，检采咱爱搁有一个搁较看面、搁较大的关心，迄个画面爱搁家扭较大咧。毋知你有看到这个新闻报告无？这个毋是伫台北，嘛毋是伫台南，嘛毋是伫台中。这是伫倒位？你敢知？这伫巴黎，这伫巴黎，巴黎的台湾馆，奥运的台湾馆，就是摆安尼。了伫咱台湾文化部内底，改标题，除了舞台的台湾文化元素，更加重要的是将拜拜的风俗落地伫巴黎。意思是啥？意思就是将拜拜这个风俗对台湾给带出去，了互当地的人也会晓拜拜。这是咱文化部内底的相片。台湾在做什么会？这是伫台湾馆，
了后伫迄个所在，有一个或者啥物会闹秀啦吼，是一出歌戏，对3、4个歌戏团所组成的。了，迄当中是一个庙事，通过迄个庙事所关现，了将到这个平安符来送互来参加的人。了，伫这个舞台当中，因阁有另外用一出现代舞，最后的时阵将着这个五色旗甲伊牵起来。这个五色旗内底，伫遐咧做一样代志，戏曲身边在恁介意，呼应故事的上路尾，扭出五色旗，传达台湾做亚洲第一个同婚合法的国家对性别平权的支持。了，伊上路尾一句话安怎？感动全场，这是咱文化部的相片。感动全场哦！台湾咧做啥物会？咱咧输出啥物款的文化？台湾敢干那是这样嘛？咱若真认真，若真会明白。这款唔是台湾文化，这款是徛伫汉民族的文化内底。对着台湾400年来讲，台湾感觉真正400年，这完全是徛伫汉文化内底对着原住民的轻视的讲法。安你敢听我讲啥？伫400年。进前原住民就已经徛起伫这个土地。当伫400年的时阵，400年前，迄个时阵原住民开始信上帝，一直到今仔日，原住民的兄弟姊妹，因的敬拜，因的服侍，抑阁是全台湾所有族群内底占上界大基督信仰的族群。因民族信主的族群，抑阁是上济，因阁是咱台湾的原住民，但是台湾原住民敬拜上帝，丰年祭无出去，但是说出这款的物件，互全世界知影台湾，这是台湾的文化。身为台湾人，咱敢有看到咱咧做啥物货？这是文化部处长王时书带领台湾甲法国国策团队伫迄个所在，伫遐咧拜拜。这是一个国家的代表，某一部分伊甚至代表你，代表我，但是咱无愿意互伊代表啊。但是伊咧代表咱啊，咱是毋是？爱有一寡会醒悟起来，咱是毋是爱有一寡会明白，究竟这个世代咧做啥货？了因同齐继续对头到尾，其实拢是咧表达遮个看望歌伫其中走出来，了伫迄个所在问神，即问神，了伫遐佫将着做一个拜拜，三牲献祭。哦，伫迄个所在举行对着偶像的崇拜，这个是虾米货呢？这号做电光舞台庙埕的广场、办道的庆典、宝岛啊闹台等元素。其实对头到尾，这个物件是啥呢？这就是电子花车。你知影电子花车的文化是虾米吗？安尼你了解我的意思吗？电子火车开始有的时阵，就是穿介少的查某囡仔，到尾的时阵是变做无穿的查某囡仔。啊那安尼的时阵，咱将电子火车的文化甲伊输送出去，迄个背后的势力究竟是虾米货？
咱会知影咱到底咧做啥无？了，因将着五常甲炸出去，伫迄个所在用着一个看蒙瓜，用小蓝木做一个全新的哦，诶，这个神明修伫遐所在来拜拜，用现代的乐器敬拜古早人的五常。若要对着台独分子来讲，对着深绿的来讲，这叫做中国神。台湾人咧拜中国神，我无意思惹起民族的吵闹。我要甲各位讲的一样代志是：当咱的国家向着世界输出文化的时阵，咱咧出口文化，咱究竟咧出口啥？咱无愿意互伊代表。但是实际上，伊讲伊代表咱。那呢，咱要做啥物货？咱应该做啥物货？对头到落尾，拢总是做这物件，将着阴间的势力给带起来，将着黑暗的势力为着世界来输出、来出口。你会当看见，到伫落尾的时阵，佮讲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演出。安尼意味着啥物代志？即届的宣教行动非常的成功，对因来讲，这就是一个啥？宣教行动。各位敢听我的意思？所以，毋是干那咱基督徒咧宣教。我感谢上帝，咱的母会台南圣教会伫今年的时阵，因出28队的宣教队。咱今年感谢主，对2019年开始过了后，咱真久。无出去宣教，但是咱今年安尼，若要算起来是一位，但是若要勉强算起来，咱有3队，一队是顾囡仔、引带囡仔，另外2队是探访的即款作家报道的这探访队。总是我有一个真大的期待，求上帝继续录用咱教会。当人是摕国家的钱出去宣教的时阵，我真感谢上帝。咱这一届出去宣教的时阵，兄弟姊妹甲教会支持内底已经完全到业，并且我相信一定抑阁有剩，会通奉献，互和平顺利会。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知影。亲像咱所吟唱的诗歌内底，总是即块土地的百姓，犹阁毋捌你。求你互阮一寡的机会来宣扬见证你。亲爱兄弟姊妹，求主帮助咱。这个相片毋是一部分哦，是公布伫咱的专业内底。专业内面来讲台湾馆所发生的代志，这加上新时代的世俗，了伫迄个所在包装着将五常输出的这个代志，了将着各路的鬼神拢甲伊组织伫巴黎的奥运代表台湾，平埔族的、高山族的、台湾本土的，这个敬拜上帝的所在的。因拢无甲伊用出来，但是敬拜阿立祖的、敬拜因的原始神明的精灵崇拜，因拢甲伊用出来。所以这绝对毋是偶然，这是敬贵的。你敢听我的意思？这是故意敬贵的代志。由上帝下面来，原来伫其中来斟酌来，你做去读这段话。做伙来读请。黑暗祭司已经成做国家代表队，主攻灵界，主政灵界。这是牧师较爱咱斟酌这项代志。偌年啊，这摆牧师甲各位讲，咱是对动作大声，也是对心思意念大声。一定对心思意念大声嘛，对无？所以你看，
人的灵受到什么款的因带，伊心思意念就会变安怎？到伫落尾，伊就采取一个动作。所以求主帮助咱，咱一定要将这个代志当作是一个代志。这是关系到上帝国的位面，这是关系到上帝国伫地见证上帝的事情。亲像《列王纪上》16章26节讲，因为伊行了尼八的囝耶路伯安所行的，凡伊互以色列人陷伫迄个罪内底的罪，用虚无的神惹动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受气。尼八的囝耶路伯安制造偶像敬拜偶像，百姓安怎样推广偶像，所以伊的国度开始败落。对耶路伯安了后，北国无一个好王。对头到落尾，国势愈行愈歹，愈行愈歹。整个国家到伫落尾，比南国犹大也搁较早，将近200年，互人掠去外国务农。亲爱兄弟，我诚心恳求各位这样代志，起来祈祷。今仔日咱的国家做这款互上帝艰苦心的代志，上帝对咱有疼惜，对咱有宽容。上帝为着台湾留了7000迄个人，咧为着台湾守望祈祷。7000毋是一个数目，7000人是一个项目，毋是一个数目。上帝为着家己留了一寡人，真心仰望，咱是迄个项目，咱是迄个项目内底其中的一个。起来，为着台湾守望，为着台湾祈祷。台湾若健康，台湾若平安，咱赚的钱才袂变做壁纸，才袂变做卫生纸。台湾若平安，咱的囝儿孙就继续延续落去。若无，咱的产业真有可能，昨咱抑阁是亿万富翁，今仔日咱就变做炮火下骹面的难民。乌克兰抑阁会当走去波兰，台湾搁较侪所在通好选择。太平洋啦、台湾海峡啦、巴士海峡啦，这拢咱会当选择的所在。求上帝兴起咱，互咱会通起来，成做7000个人中其中的一个。咱爱起来，互咱无失去责任。你知影，咱需要起来祈祷。咱爱邀请兄弟姊妹来祈祷。永恩牧师搁再一届邀请你来参加祈祷会。礼拜3的祈祷会，礼拜2早起的祈祷会，礼拜4伫社区有读经会嘛？礼拜4早起的时阵，你时间上若是稳准，嘛会当三甲做伙来参与。伫教会台南市国教会，大概有20-30间伫咱教会咧祈祷。20-30间伫咱教会咧祈祷，咱请为着这祈祷。
各小组爱有更较侪祈祷的时间，通过祈祷甲上帝相连，通过祈祷踮伫耶和华的殿中，咱今仔日会当三甲做这个代志。上帝互咱这外邦教会上界重要的职分有2种。咱互做外邦教会，咱毋是基督教，咱毋是犹太人教会哦。咱是因为以色列人因弃绝救恩，上帝将着救恩临到咱，但是上帝并无完全将因放杀。上帝讲因的枝树枝暂时错落来，甲咱这野干仔的枝甲接起去，但是有一天上帝会过啥？将着因原来树头的树棵的枝，佮甲接倒转去呢？上帝讲，伊有一天会安尼做呢。总是咱今仔日诚侪外邦的教会，上帝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身份。其实外邦的教会有2个上界重要的身份，第一个就是咱诚做祭司。正做祭司，就是徛伫天甲地当中，行起祭坛，治理这个地，迎接上帝的同在。这是咱上界重要的责任。咱得救，毋是为着要互咱赢到啥物体育赛啦、运动赛，毋是啊。咱得救是为着要诚侪君尊的祭司。咱过来读这段彼得前书2章90，过来读一解，甲这10背起来。会记哩，这是咱的身份，请来读。唯有恁是受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上帝的子民。要互人要叫恁宣扬迄个调恁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请你注意这个者出黑暗入奇妙光明，但是实际上是迄个调咱的迄一个啊。是像基督、上帝圣灵，所以咱真侪这其实拢是身份，你知无？这拢身份，但是有咧做工课，拄好干那这个有无？这个工课影响这4个身份啊！这个工课若无位，这就拢总无位啊，就拢无工课做啊。但是那安尼，但是这个是上界重要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徛伫天地当中，行起祭坛，料理这个土地，治理这个土地，迎请上帝同在。咱是咧做这个代志，所以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会当明白外邦教会的重要性。第二，外邦教会，咱称作外邦教会，第2项代志就是守望以色列，互咱会当甲以色列。同齐进入3个共款，咱同齐做来读请。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伫基督耶稣内面，借着福音得力，同为后嗣，同为一体，同蒙应允。你知影，咱所有一切代志，拢是对倒来的，拢是对犹太人、对以色列人领受这个祝福的。因其实嘛足辛苦，因正做一个根本呢，因正做一个根本。上帝借着因正做一出戏，演互咱看。敬拜上帝的时阵，迄个时代安怎平安；离开上帝的时阵，伊的百姓、伊的民族会安怎样没落，会安怎受到人的苦毒甲酸痛。有上帝甲无上帝差别对头到落尾，记甲清清楚楚。但是因失去这个福分，因家己离开这个福分，毋是上帝将因放杀，是因家己离开上帝的话。所以上帝祝福的恩典就是伫遮，但是因离开呀，所以因就伫列国当中是有等来等去。但是伊今仔日倒转来啊，总是因也无完全认识上帝。但是咱这外邦人对以色列人得到祝福，安尼咱。甲因会当做上帝，当正做上帝后代伊的后生查某囝，甲因连做一体，领受上帝的应允。上帝应允原本只是互谁的？互犹太人呢？但是今仔日，上帝将着互犹太人的祝福，互谁？互咱。咱爱会记哩。
犹太人为咱所做的，所以就为因祈祷。最近的时阵，迄个啥哈马斯的迄个最高领，迄个啥首要人物去以色列给拍死去啊嘛。了的时阵啥，伊朗的最高领袖就伫迄个所在发出一个公告通知，爱对以色列实施上界严厉的制裁。咱爱起来为以色列祈祷，互咱会记得，咱是君尊的祭司，毋通互关心以色列甲正做祭司这两项代志，伫教会变做冷门，变做受藐视、受看轻的信息。咱徛起伫这个世代，咱正做上帝国的祭司。咱一定爱甲这两项代志定定刻铭伫咱的心中。耶稣基督对头到落尾所做的，敢毋是安尼？为着以色列，咱爱关心，咱爱做祭司，关心咱厝内底的人，关心咱的教会，关心咱的国家，敢毋是安尼？咱若会晓伫这两项代志做有到位，做有够额。做了有正确，上帝一定讲啥？主耶稣讲，大声求伊的国、甲伊的义、伊的欢喜，就这个拢会安怎？会加添予恁。人真喜爱位分，我会当做上帝囝，我会当做君尊的祭司，听起来改成真袂歹；我会当做教区长，听起来改成真舒适。但是，毋是干那，互你教区长，互人叫起来，改成真袂歹。但是实际上，咱爱啥？咱爱斟酌教区长，爱关心教会、正教会、扶持正教会的需要，了解因的需要，爱想办法甲因补助、甲因鼓励、甲因关心。咱爱毋好干那感觉讲有一寡物件，咱有迄个。生产节，今仔日的社会是生产节，但是忽略了啥个？忽略了迄个价值。有产节，但是无价值。我做甲用要死，但是安怎做无伫上帝的欢喜。有诶时阵吼，你知影，咱有诶兄弟姊妹，你就是到年老的时阵哦，咱古早的时阵哦，迄个啥素琴节、英怀节嘛，咱教会创设的其中的一个，迄90几岁还搁来坐伫遐做礼拜，迄目睭。做礼拜，牧师开始讲道，伊就开始拄鼓，啊唱阿门颂的时阵，伊就会晓徛起来。了有一摆，伊佫甲我讲牧师吼，我来遮歹势，我就安尼做爱，就会拄鼓啦，哦。了的时阵，尾啊有一个边仔人哦，听一句话就甲伊讲啊，阿嬷毋是安尼啦，我讲你坐伫遮就是阮的见证。哦，我听着即句话足安慰呢，你敢知？你坐伫遮就是阮的见证，就是阮的模范。90几岁。讲啥？主啊，我要踮伫你的殿中，我要敬拜你。所以，迄个价值，毋是年岁济少，是以活命所显明出来，到底是啥？咱即一届台湾文化部的标题是啥？你敢知？来，电机啊，帮咱读，哦。哎啦，即句话意思就是讲哦，你爱质疑神啦，你爱听人的声啦，你毋好定定听神的话啦。即句话其实是啥？非常反对上帝呢，你敢知？即句话意思就是讲，神你免挖靠啦，靠你家己就好啊，将着人拖离开上帝。无一定，毋是干那脱离上帝呢，是互人失去咱人的根本。当咱人若无有上帝的时阵，伊的根本无去啊，人就变做一个偶然的存在。
其实这是撒旦上界大的阴谋，要互咱失去根，互咱认为无上帝，互咱找袂到转去厝里的路。耶利米咧哀哭的是哀哭什么货？耶利米哀歌内底，你会通斟酌，伊咧求上帝拯救咱的世代，对先知所看到虚假愚妄异象当中离开。真侪人讲台湾好呀，真侪人讲台湾祝福啊，台湾真平安啊，是，这是事实。但是耶利米迄个时代内底嘛是安尼啊，但是忽然间，伫一天内底。巴比伦帝国的军队就来啊！伫100年久当中，所有的产业拢总无，甚至皇帝互人用铁链啊链条的拖去因的国家。耶利米咧哀哭什么话？真侪教会咧传平安的福音，真侪教会咧传。成功的福音，要安怎样，互你愈来愈好呀？要安怎样，互你愈来愈会当开着好车？拢无想到着，伊所得到是为着要怎样？伫上帝国的福音来效力。平安啊，平安啊！耶利米讲啥？无平安。上帝讲无平安。因为恁所做侮辱了上帝的名，无公义，将着阳光归予虚假的偶像，人甲人当中互相欺骗。上帝讲：这罪孽我敢无看？我只是暂时容忍等待恁翻头倒转来悔改，但是我的心艰苦，因为恁。一直掠做我的审判未来。以利亚咧呼唤什么话？以利亚按照所有百姓讲：恁心怀二意，要到什么时阵呢？恁爱斟酌，爱想，爱知影。如果上帝是真正的上帝，你是安怎无爱专心倚靠伊呢？当以利亚对着百姓讲：恁一定要做出决定，唔好双脚踏双船的时阵，今仔日的世代是安尼，所有的百姓安怎点点唔出声？你讲你的，我听我的，我无爱插你，我看你会当教我安怎？这是世代的冷漠，这是信仰的冷漠。求上帝赦免咱，求上帝帮助咱，互咱恢复起初听主的热情。后咧，对明仔载开始，咱有17个加2个，咱来建基啊，甲美容这讲哦，要去甲咱看看咧，要去甲咱照顾。所以随时阮也是有需要的时阵，则去拜托伊。了后，咱有17个。原本计划这我若有要去，就18个，但是因为糖尿病身躯有伤口的缘故，所以暂时即届就先无去。咱对12甲15伫和平顺利会，了16倒转来的时阵。台湾银行红南分行要举行平安礼拜，这是因为咱的牧师院姊妹现主席是进任到伫安南分行的经理，所以伊期待伫普渡的日子的时阵，加入基督信仰的元素，这是一个真大的征战。因银行内底就开始已经有人对伊有声音啊。所以求主来帮助咱，互咱会当三甲做伙，面对这个征战，这毋是以利亚的征战，毋是耶利米的征战，
是咱的征战。咱同齐起立，咱同齐来祈祷。为着三项代志祈祷，为着台湾出口五常的信仰，求上帝赦免；为着明仔载开始，一直到礼拜四，伫和平顺利会的宣教服务来祈祷；为着16，咱要伫安南分行举行平安礼拜，为这三项大代志来祈祷，请。亲爱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伫你的面前，求你的赦免，求你搁再一届怜悯阮、帮助阮、引带阮。主，这是你得胜的时刻。主是虽然黑暗权势伫阮当中，安尼咧压制阮，但是主，我要奉你的名来祈祷，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来祈祷。愿主上帝伫阮当中亲自赏赐，加添心神快乐伫阮的内面，互阮倚靠主，心有能力。继续为主来活，主你呼召阮，互阮有一个项目会通来选择。阮究竟是要甲百姓继续行伫外口呢，或者是阮要成做迄7000个人当中的一个呢？主啊，你来引带阮，互阮会听主的心，搁再一届恢复起来。主，我要定义来跟对你，跟对你来行，我靠你的性命。我靠你得胜国我的能力，主啊，引带我，保守，互我进入上帝你的同在，进入上帝你的权能。主，我若伫这所在，求你赦免阮通国的百姓，赦免阮伫当中所行的歹，为着文化部，为着阮百姓所输出这款偶像的崇拜，求上帝赦免，也求主继续怜悯阮。互阮会通，阮的心神会当醒悟起来，互阮会通伫这代志，诚做一个君尊的祭司，去祭坛求问上帝，来求上帝赦免，求上帝施恩甲怜悯，通互台湾，互阮的国家，诚做一个有公义、有上帝真理引带祝福的国家。互阮的家庭，互主你的教会，就是你所赏赐互阮同齐敬拜的所在，有真理，有恩典，有丰盛，有疼痛，有公义甲正直，有讨上帝你欢喜的心志，叫主你家己的旨意成就伫地面，亲像成就伫天顶同款。感谢主，听阮的恳求祈祷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。这是咱要三甲做伙来奉献，求主亲自施恩帮助咱，互咱伫主伊的欢喜内底，甲伊相同行。伫每一日，我靠主，心有快乐。也牧师搁再一届邀请亲爱兄弟姊妹，会当继续为着教会祈祷，为着台湾祈祷，为着咱全家得救祈祷，为着咱全教会成做福音输出的教会来祈祷。愿上帝亲自帮助咱。这是咱要来介绍秀慈姐伊的好朋友，当淑珠姊妹伫遐后壁这，来敲锣，欢迎哦，感谢主，真欢迎淑珠姐三甲做伙来敬拜上帝，愿上帝亲自赐福。欢迎。搁一位美豆姐，美豆姐是进前的先来，顶个礼拜有来欢迎美豆姐感谢主，谢谢。好，感谢主的恩典安尼。咱嘛同齐就亲像秀珠这同款，邀请兄弟姊妹同齐来领受上帝祝福，伊的平安甲疼痛，愿主保守帮助咱。毋知阁有其他新来兄弟姊妹无？好，来求主怜悯感谢主，这是咱三甲做伙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。咱三甲起立来吟唱，踮伫耶和华的殿中。
我要踮你殿中，白落敬拜请下，所生你恩典，笑念你的慈爱，敬拜你的荣光，敬拜到永远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羊羔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，念你殿中一日。脚影百位情人，心好定甘甜。仰望你的容面，听叹你的声音，活伫主内面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羊羔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。耶稣，耶稣，圣洁的羊羔，耶稣，耶稣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，一生敬拜你。万军的耶和华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，阮用敬虔甲感恩，将你所赏赐予阮的财米奉献伫你的面前，恳求主你来悦纳。主，阮要感谢你兴起兄弟姊妹，奉献时间，奉献生命，奉献因对上帝所领受各样的恩赐，进入伫宣教、探访、服侍的团队，并有真侪兄弟姊妹继续为着宣教的需要咧奉献。主，愿感谢你，因为你要亲自纪念这一切的奉献，无论阮是伫礼拜堂内底的奉献，或者是伫宣教的奉献。主，你拢纪念，你拢报答，照你的应允所讲，愿耶和华上帝拍开天顶的窗仔，赐阮伫每一位兄弟姊妹诚心奉献的对主来领受祝福甲恩典。各愿每一个人的身体、灵魂拢勇健，手中所做的尽拢顺遂，互每一个人的生活将上帝疼痛、恩典见证出来，互阮伫地面上来对主的脚步，追求上帝国的公义，互阮会通领受上帝公义的外袍，永远的荣光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请坐，咱今日第一堂的礼拜就到这告一段落。上帝祝福大家平安。谢谢。